Hello，大家好，Winnie 啊，今日嚟咗東莞嘅東莞常平歐亞國際酒店，而家介紹一下個房間先，睇下大家喜唔喜歡下。咁首先入咗嚟之後就要閂咗道門先。好，有浴袍啦，大床房。有一次性嘅拖鞋啦、夾萬啦，你要洗衫嘅紙啦，其他就冇嘢啦。跟住鞋抽啦、衣架啦，有多張被俾你用啦。好，另外呢邊有茶包啦、水壺啦。另外呢度洗手盆啦，呢個房就有得浸浴嘅，有浴缸，好多鏡啊呢度。好，跟住另外手揸花灑、頭頂頭灑，另外洗手間啦。好啦。呢度可以放大件行李嘅，咁另外有2樽蒸餾水，一個普通大嘅電視。好，寫字台，咁寫字台呢個位置呢，你就可以插電腦啦，不同嘅電掣頭都有俾你插電嘅。好啦，呢度有個喜歡泡茶嘅地方，咁呢啲水呢可以直接由呢個窿度倒落去，下邊有個桶接住呢啲水嘅。另外一張梳化啦，俾你坐喺度睇電視較為舒服啲。咁今次咧我都係呢個大床房嘅，咁呢張床都超過1.8米以上㗎啦，好大嘅，就係咁樣啦呢間房。好，咁咧呢個酒店下邊咧都比較方便嘅。咁酒店下邊咧一出門口咧，轉右咧就有好多宵夜地方啊，對面又有食燒烤啊，有各種唔同嘅食物嘅，可以供大家方便去行街食嘅宵夜嘅。咁另外呢間房嘅價錢咧係 Trip.com 度嘅，今日嘅價錢係670蚊，670蚊。咁希望你喜歡 Winnie 嘅介紹啦。咁希望大家咧撳多啲訂閱 ，share 多啲俾朋友，介紹多啲俾朋友睇下我呢個頻道。咁另外就係撳個 like 多啲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。如果有咩需要問我，你可以直接撳個掣，就係問我呢間酒店有啲咩另外設施啊？仲有呢間酒店係5星級嘅，就有呢個喺5樓有泳池啦、健身室啦，泳池係恆溫嘅。亦都有1樓咧就有呢個日本餐廳同埋西餐廳。另外負1層咧就有足浴嘅，咁就唔使出去周圍揾邊度揼腳啦。咁如果經某啲旅行社以我所知過嚟咧，你咧就可以叫佢俾啲 coupon 你，咁你每一次嘅足浴咧就會平啲，原價128蚊一個鐘。如果係你哋經旅行社過嚟嘅咧，咁就可以攞20蚊 coupon， 即係108蚊一個鐘。但如果自己過嚟，咁啊冇呢個優惠㗎啦。咁希望大家喜歡今次 Winnie 嘅介紹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